国际新闻来关心以下战争。伫加沙上大的西法病院，伫昨开始，因是家己乌梦，要带伫病院上摆的过往的遗体。以色列进前要答应讲要提供保温箱，互病院内底红婴仔，也毋过空喙布置，并无安尼做。以色列即马强调讲，这是因为病院的下骹就是哈马斯的地下总部，也毋过哈马斯即马讲，以色列咧黑白讲，嘛讲战斗才拄要开始。 西法病内面超过120具尸体已经采矿超过5天，14开始落雨，情形是愈来愈害。The very bad smell there, and we are sure all kinds of infections and diseases will be transmitted from that one. They started digging in the within the hospital to bury the bodies on their own. 几落十个都出事的婴仔无保温箱的情形，震惊国际社会。虽然以色列宣布提供会当载保温箱，也毋过到即马拢无看到相关计划。即天以军公布影片，讲哈马斯伫咧另外一间儿童癌症病院的地下室藏武器。哈马斯讲，即款影片拢是假。אנחנו נמצאים בשלב השני של המלחמה בעזה. ولا زلنا في أول الطريق وأول الشوط. وإن القادم بإذن الله أكبر وأعظم. 路透社报道，以军包围西法病院，并且讲病院下骹就是哈马斯的总部。哈马斯否认有接纳人员伫咧现场，并且讲650位病人、5000到7000位病民调伫咧病院内面，不时遭到枪手甲无人机攻击。这群病院内面已经有几60个病人死亡，包括3个保温箱被拍歹炸散离，病院是毋是被包围，是毋是发生战斗，国际媒体无法度证实。 联合国对病院死亡的情形正关心，呼吁立刻停火。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